国民党台南市党部24日上午，在永康区庆祝建党127周年党庆，除表扬警联以及自由义务干部、主委朱立伦、副秘书长江俊廷、中央驻法会主委徐宇珍、台南市党部主委庄占奎、立委陈以信以及真侪党籍议员甲支持者，做伙来为国民党庆祝127岁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除表扬3位中党爱国资深党员，会长朱立伦也亲自颁发党证，予新进党员代表蔡宗豪手中，希望新进青年会当成为国民党的活水，现场气氛热烈。热烈掌声挥动我们的国旗，为他们掌声加油！谢谢你们。另外，针对近来社会上暴力频传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，民进党逐天拢在拼政治，呼吁应该要回归市政、拼治安。民进党每天都在拼政治，每天这些地方首长都在拼政治，忘了今天治安是最重要的。我还是呼吁每一位地方首长回归市政，以拼治安啊！然后中央内政部不要在这边出馊主意了，什么辣椒水啊、管球棒啊这些，你真正把治安管好啊，民众今天爱打棒球的拿球棒也不会有问题。除了治安议题，朱立伦也批评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低价吃来子，比有成人吃健康食品同款的言论，实在是真离谱。如同陈吉仲讲的，全世界160国都是错的，应该多吃健康食品。怎么会有这么荒谬的理论？既然全世界160国都禁止，包括台湾都禁止，我们还要用这样荒谬的理论来骗国人？民众的健康是最重要的，不要再制造这样错误的讯息，不要再用这样荒谬的理论，错的就是错的。看到党庆活动，国民党也向支持者宣传，12月18号的公投，爱投4个拢同意，予台湾更美丽。4个都同意，台湾更美丽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